花莲台东哦，因为去年4月初3大电动又搁互风台扫过，当地观光旅游业是真惨。交通部观光署嘛翕影片要来斗行销，目前有观光巴士冇优惠。观光署嘛表示讲，会搁透过演唱会、音乐会等活动来吸观光客。 我则伫金黄色的稻田中拍开双手，体会风甲地外的流动，嘛通看到花东美丽自然环境。这是交通部观光署为着要振兴花莲的观光，特别翕的国际旅游影片 Eastern Flow， 以流动做概念，希望民众来到花东享受山海的流动，放轻松，走出自我。其实我去花东很多次，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那边的一种流动感。我们是要强调那种流动跟连结，除了情感的连结，还有这自由的一个空气跟这个人的一个联系跟交流。 花莲甲台东因为去年4月初3大地震，佮有后续风台影响，观光产业严重损伤。东部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表示，东管处113年游客量大约202万3000外人，比112年306万8000外人是减少34%左右。交通部观光署也表示，虽然2025年无花东的国民旅游补助，不过观光巴士依然有提供优惠。 那么其他地方在关巴的部分是买2送1，但是我们在花莲有特别优惠，所以我们在1月到5月18号是1折，那5月19号开始到10月31号是3折。另外，观光署嘛建议民众会当加运用代替，嘛表示未来会透过办演唱会、音乐会等等的活动来请旅客到花东旅游。东管处嘛建议民众在规划行程的时，会当透过东海岸行动旅服网，通查到当地交通甲天气，希望让民众安心佚佗，到庭体验花东多元的生活甲文化。记者张家嘅谢桂玲台北报道。